当得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得亲信持守真道，请曾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。今仔咱所读的第一段圣经是旧约诗篇第一篇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一句话，伊讲有福气的人。也即咱甲咱身边也即讲，咱是有福气的人。不要草草了事，爱真心诚意。这种是上帝所赏赐咱足水的话，咱是上帝的子子，咱是有福气的人。要过年啊，咱用这段圣经来祝福咱身边的人。这段圣经第3节讲，愿上帝予你所做一切事事行通。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咱兄弟姊妹，新春到新的一年，愿咱手所做的工无空空，祝福恁享受伫圣神的帮助内底事事行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阮来到你是阮造成稳定的上帝，阮找求你，阮向你发出阮心中的祈祷，愿主你祝福，互阮恩上加恩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活命的真光。我要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，阮的生命要为你来结果子。求主你，互阮内面有活命的水泉，对阮心中不断流露，养起我，也养起我的家庭，也养起阮所有兄弟姊妹，甲阮身边的人。愿你的圣神降临，读你的话，互阮听，阮静静听候，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顶礼拜咱听一个故事，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人甲耶稣伫雅各的水井，伫迄个所在，耶稣对伊讲话。你要记得迄个故事吗？伫迄个故事要结束之前，耶稣有甲即个妇人人讲到伊的信仰，因为耶稣听到撒玛利亚人甲伊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，咱两个是无往来，道不同。”不相为谋。耶稣伫迄个都在拆除迄个人甲人的围墙。耶稣伫迄个所在，伊甲伊讲：“你拜上帝去基利新山，阮犹太人去耶路撒冷做礼拜。但是毋是安尼，其实伫什么所在做礼拜毋是重要，重要是咱敢有真正敬拜你所敬拜的上帝。”所以听你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问咱家己讲：说我是毋是亲像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？我虽然常常做礼拜，我虽然常常祈祷，我虽然常常读圣经，但是上帝，我敢真正已经甲你产生一个亲密的生命的关系？咱甲上帝敢有结连做伙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当通过圣神的帮助，所读上帝圣经的话，会通真正明白，咱做礼拜无空空，因为咱的上帝是永活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我今仔日用这个题目讲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毋是要求恁做一个排他性的基督徒。就是讲，甲人格格不入，甲你的朋友无好，甲你身边的人，持守咱的固执、偏见，毋是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是有坚持的，叫做择善坚持。我不用择善固执，因为咱的俗语一个成语叫做择善固执，对无？咱的固执是因为咱感觉对，所以咱就坚持到尾。但是我甲迄个固执摕掉，因为有时固执是一种较负面的话。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，咱主啊，我要立志伫你的面前，我要坚持持守上帝你所赏赐我活命的真道，
既然上帝你所想说的话，我就照安尼来做。我咱伫每一个做礼拜，每一个礼拜日，咱拢真正有领受一个礼物甲祝福。因为咱的教会常常鼓励兄弟姊妹讲，咱入礼拜堂的时候，咱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今仔日想述一句改变我生命的话，就亲像上帝，像主耶稣将伊的话想述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巧巧的基督徒，甲主讨的话是一个关键性的智慧，关键性的智慧。迄句话就是会当全然改变咱的思想、命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问上帝讲：上帝今仔日圣经的话，你咧甲我讲什么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今仔所读的诗篇是一个祈祷的凭据，因为诗篇第一句话竟然讲有福气的人啊！或者你敢有感觉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？迄字读起来足奇怪的，叫做阿夏。但为阿夏咧讲啥？好养人囝，懵懵懂懂，啥物拢毋捌，也无咧做，啊，伊就晓福气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家己的名，我莫讲伊的名，我保留伊的隐私权。但是伊的英语名叫做阿夏二林坡。意思讲，伊是住伫二林的人，还是二林的阿夏囝？伊讲我是一个庄脚人，阮的家族是足平凡的，啊！但是我较遮尔福气，因为之前有一个牧师摕一本圣经互伊，伊读无迄叫做白话字的圣经，伊心花开啊！伊读到一种伊读无的语言，后来伊成做白话字的专家。伊成做台湾写诗、写台湾故事、写台湾文学足要紧的一个台湾的作者。伊家己号一个名叫做 Asia 二林坡。我就看到伊的名片，我讲，拜托的，你这个二林坡是啥意思？伊讲做二林镇，较早叫做二林坡啊。哦，我想讲你现在该用亚洲 Asia。伊讲毋是啦，迄白话字啦，伊叫做阿夏，二林坡的阿夏。哇！这句话，这种的经历摕来读这段的诗篇，拄啊好拿定。咱是阿夏囝，毋是啥物拢毋捌，是因为上帝白白将伊的恩典所赏赐予咱。也这你敢知影诗篇？第一句话讲，恁是有福气的人，所以今日牧师邀请恁互相甲恁身边的人祝福讲，你是有福气的人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你爱常常抬头看天，你甲上帝讲，我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我真捌你。这个朋友，伊毋是基督徒的家族，但是伊信主了后，伊甲我讲，我一生最大的成就，就是认捌上帝。我一生最大的欢喜，就是做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读圣经读有落心，咱读圣经是明白上帝爱咱知。上帝爱咱得救，上帝爱咱生命改变，上帝爱咱顶头生，上帝爱咱明白真道。圣经咧讲的真道叫做 pistis， 这个字有时翻译做信仰。所以耶稣问伊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：你敢知影你咧拜啥物？耶稣讲：你所敬拜你毋知，但是阮所敬拜。愿知，所以兄弟姊妹，阮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讲解圣经，邀请恁分享圣经上帝的心意的事。恁甲上帝讲阿门。主啊，我愿认捌你，你的话要改变我，你要帮助我，开我的目睭，互我认捌你。愿咱每一个人拢成做上帝国的阿夏，有福气的人。
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之地，伫做礼拜中间明白幸福的路。你若讲牧师，我是一个袂晓祈祷的人，恁就常常读诗篇，读久，恁就会晓祈祷。因为诗篇是一本上好的祈祷，伊的祷告词、祈祷文。所以你若读到诗篇足水的话，足受感动，你就讲阿们，然后用诗篇做祈祷。诗篇甲耶稣所讲的八福同款，拢是用幸福做开始。耶稣伫伊的山上宝训，伊所讲的这个八福，头一句话嘛是讲有福气的人啊。诗篇第一句嘛是讲有福气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命运中已经注定，咱要依赖上帝有福气。愿咱无空空离开这个至圣所，愿咱无一生甲咱空空做礼拜，什么拢无。顶礼拜牧师带恁读一段圣经讲，有的人伊起做的信仰是亲像一个水池，但是破空，所以莫达抽起来水，抽偌济流偌济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。咱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，甲咱洗过，甲咱抹过。亲像讲，若咧抓老，就要用防腐的迄个指路的遐物件。主耶稣的宝血就甲咱生命中间，互咱完全。愿恁事事行通，宏图大展，开大门走大路。牧师最爱讲这个好几条话，较赢过我伫遐讲足严肃，恁的话听了皮皮喘呢。开大门走大路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宏图大展，事事亨通。兄弟姊妹，圣经我来讲无有，今仔圣经就是咧讲这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今仔这个圣经讲，这个人就有福气，伊竟然写伫咱的汉字的第二节啊，其实白话字甲放伫第一节的第一章第一节的上尾啊，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伊讲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坐侮慢的人的位，这个人有福气，这种的人有福气。我用红色的字，白色的底，红色的底，白色的字，迄个字真正叫做阿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承受你对天顶的祝福。有一个爸爸甲伊的查某囝讲：“查某囝，你用手碰水，你会当甲水流伫你的手中流偌久？”兄弟姊妹，咱要掠着咱的人生的生命，但是生命甲时间由不得咱。因为永远向前行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破空的镜头旁，因为上帝将这份完全生命的杯放伫你的手中，所以代表讲来试看主稳定的主笔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你所有的搅扰杂音，改拨伫一边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你若无祝福我，我就无爱帮你煞。这是雅各的祈祷。伊讲，上帝，我知影你伫遮，求你甲我祝福。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就无爱互你离开我，因为你是稳定的源头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爱常常亲近上帝，就算做咱无爱逐礼拜做礼拜，但是牧师甲你邀请，甲你鼓励。爱常常亲近上帝，领受伊的恩惠，做你生命的帮助。因为离开上帝，咱什么拢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就是我摕到迄条名片。伊讲我是吉林坡的阿夏，兄弟姊妹，咱是上帝的囝啦。伊讲是君尊的祭司，上帝圣洁的百姓。是天父上帝的囝子，毋是阿夏呢？爱听清楚，叫做阿夏。这个圣经诗篇中间所讲的话，因为我的老爸是完全的上帝。咱做人该行，甲人无共款，对无？你敢有迄个过去迄种习惯？
少年人介济是即种同侪的压力有无？你哋朋友的谈判中间，你介惊甲人无共款，人来你流行啥，你一定爱对流行，若无对流，你就太逊了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伊的意思是讲，唔免看如你甲人有共款无共款，但是你爱注意，亲像你的老爸，因为恁是上帝的子嗣，恁爱亲像天父上帝，或者安尼对唔对？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无搁再看如我甲即个世间有共款无。但对今仔日开始，我只有问你讲，阿爸天父，我有亲像你无？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做代志做人亲像囡仔，心思意念亲像囡仔。但是既然听到道理，明白真道，那安尼，我应该中大成人，亲像我的老爸，光就是光。绝对不是黑暗，公义就是公义，绝对不是世俗甲不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亲像一丛树，爱常常有水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结果子无孤单，手所做的工无空空，事事亨通。也这何等的重要！对少年到年老，上帝甲你备办一条道路，一生跑走无回头，而且唔免换跑道。所以，我一生一个标杆，是当对少年到年老，不用换舞台，不用换跑道，一生专心做一项事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囡仔，顶天立地。武侠小说内底咧讲遐主角拢做啥？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啊！伊描写这个武侠小说内底英雄甲主角，拢是这种的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敢不是就是顶天立地的神的孩子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思考圣经咧对你讲啥物话？32年，我伫德堂教会徛讲台进前，我都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爱我伫一礼拜，为着我亲爱兄弟姊妹读对一段圣经。我毋是凊彩甲恁讲的，因为伫礼拜中听上帝话何等的重要、圣洁、神圣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捌问上帝讲？做一礼拜，你要甲我讲啥物话？愿天父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中。今仔圣经足短就一节，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，伊讲：信甲无信的人无相适配，毋通共派一个担。义甲不义无啥物通交配，光明甲黑暗有啥物通相通？恁若会当你对摕好本的圣经甲白话字的圣经，恁就摕读无共款的翻译啊。白话字的圣经即句安怎讲呢？即句讲，毋通甲无信的人做伴，意思就是信甲无信的人袂当做朋友。你讲牧师敢袂使安尼？咱做基督徒袂使排斥别人啊，毋是圣经毋是咧讲你袂当甲伊做朋友，意思就是讲，伫你的价值观念、伫你的使命、伫你的人生的中间、伫你的生活方式，本质上是不同的。而且即句话真重要，伊咧讲。不相配，这个字本身有咧讲起，当你认捌上帝了后，迄个字不相配，这个字就是 be to be become 受创造被造真多。所以这句话咧，圣经的意思就是讲，当你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后，你本质上你的生命就改变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因为你的信仰的本质，所以你的主张、你的使命、你的行为，就甲无信的人无共款。这段圣经常常用来讲婚姻，我感觉毋是干那咧讲婚姻，因为这段话基本上毋是咧讲婚姻，伊是咧讲起
价值观念无同款的人，伊的人生的主张是无同款的。所听遐的姊妹，关于上帝，互你明白，你今仔日叫伊的名的时，你有啥物？你有一个活命新的观点，因为你叫上帝的时，伊就是你的爸爸。无迄个老爸无爱将好物留予伊的囡仔，也这你相信吗？反正伫今仔日咱知影讲，伊的信，我的生命就要有主张。咱活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无属世间。你即摆有真侪圣经会当帮助咱了解，特别耶稣伫最后要死的时阵，互掠去迄个彼拉多的面前，伫遐审判。彼拉多甲伊笑讲：“我听风声讲你是犹太人的王哟。”耶稣真严肃甲伊讲：“迄是你讲的哦，毋过你讲的对。我出世来做犹太人的王，我的生命为这个来出世。”我是为着真理来做见证，兄弟姊妹，这叫做本质上开始无共款。耶稣伫迄个时阵，甲罗马帝国的官彼拉多，伊甲伊讲：我的国毋是罗马帝国，我的国若是这个地上的国度，我的基督徒，我的门徒，这所有军队我的人，就要起来推翻罗马帝国。我的国毋是这个世间的国，我的国是天国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伫咱也未了解之前，都遐尼丰富、交庇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牧师甲恁做伙，咱拢做学生，咱认真追求，咱互人讲，二林坡有福气的人，德堂嘛有福气的人。愿这间小小的教会。成做伫黑暗的世代的灯塔，灯塔常常起伫什么所在？起伫远离人群的角落，对不？伫海边，伫海的尽头，伫咧黑暗的中间。灯塔毋是台中市，毋是台北市，毋是新北市，无起伫市中，亲像迄个101大楼。灯塔常常起伫一个岛屿。伊最后的尖，迄个海角的所在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明白，信仰是有主张的。伊的主张毋是讲甲人无共款，伊的主张是主张讲我甲上帝共款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礼拜牧师毋是要鼓励恁常常甲人无共款，毋是，牧师是要提醒咱。都爱甲上帝共款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听有这段的话。伊讲不相配，不相称。这个白话字圣经无翻译这个字，白话字圣经敢若讲毋通甲因做判，但是伫原文有这个字，伊原本的意思英语甲伊翻做受造、转变、变做 become。我原本是一个粗俗的人，但是因为上帝的真道甲圣神的帮助，我脱胎换骨，我的心思意念，我的讲话言行举止，完全无同款。以前是一个血气粗俗的人，但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凊彩讲话，我见讲的话句句拢尊贵，像着金的苹果放伫银的盘仔顶悬，话毋免济。但是爱讲着话，即个咧讲信，即个字信甲无信，即个字叫做 pistis， 速配无速配，即个字叫做 genomai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圣经，咱知影讲什么叫做真道？你信耶稣吗？那你信耶稣，你是咧信啥？今仔日圣经咧讲的信是什么意思？真道是什么意思？真道这个字叫做 pistis， 伊原本的意思就是劝勉、苦劝。意思就是我听到圣经的话，我的心中就受劝勉，我就有一个新的主张念头，
信仰是安尼来。圣神对我的感动，圣经对我的讲话，既然耶稣所讲的讲到圣经上帝话命的话，我的心无论欢喜无欢喜，我就接受。所以 peace 这个真道的意思是宽免的意思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每一摆做礼拜，拢互圣经的话提醒你、改变你？直到有一日，咱会当亲近上帝，遐尼自由自在、完全尊贵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。咱的教会不一定爱足济人，但是如果咱每一个咱的兄弟姊妹做基督徒，拢做真实的基督徒，兄弟姊妹，你敢知迄个影响力有偌大？唔通怀疑。常常改变人类的社会，拢是少数人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。所以有的牧师咧解说这段圣经伊的原文，伊用一句足水的话，伊讲亲像你咧放迄仙女棒有无？仙女棒若点落安那，噼噼叫啊，迄花安尼跳，迄花安尼啊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伊讲上帝所讲的话，就亲像迄个汽水杆啊。他那个开起来，扑一下，吼，枪甲抓袂掉。伊叫做神圣的活开啊！顶礼拜讲活水泉，我的心内已经叫这个世间的世俗、最价值观念踢掉咧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圣手，耶稣定十字架的手，主耶稣定十字架都有双份的手，甲咱掏空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恁伫每一摆听讲道，拢受祝福。上帝祝福恁伫每一摆每日三思上帝的话，恁拢受祝福。因为今日圣经讲，心中意爱欢喜上帝的话，每日三思就是早晚都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思想的中间。这种的人。亲像树啊，栽伫溪水边，上帝祝福咱的生命，咱所有一切生命的智慧、观念、信仰的人物，拢是因为咱敬畏上帝，拢是因为上帝家己讲话，愿咱听有上帝的话，伫伊的面前。保罗讲，信仰是对听讲道来。信道是对听道来，听什么？听耶稣所解说伫旧约上帝讲过的话，上帝古早有讲话，今仔日嘛阁继续讲话，将来嘛永远讲话。兄弟姊妹，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你的查某囝伫这个所在。主啊，你的囝儿静静听，求你对我讲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。信仰永远是上帝予咱的，所以耶稣讲：是我敬恁，毋是恁敬我。毋是因为恁有智慧，恁会晓选择，是因为我将迄个神圣的话开，让你显明。你对心来讲，阿门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真做一个有主张的基督徒。伊讲不同父异母，一个担，一个字由两个字组成的。意思就是讲，我担一个担，你担一个担，咱的担无共款。一个另外，一个担，一个另外，一个字本身有本质的意思。所以两只牛若要做伙担一个担。这个担爱共款，咱台湾咧犁田吼，无用两只牛的啦，哦，安尼较好牵，因为两只牛啦，安尼牵得来吼，有当时啊，真加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真做同心合意，志同道合，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是志同道合。
因为耶稣所建立的教会，对头一日就是追求志同道合。所以圣经讲，一个主，一个神，一本的圣经，一个圣神，共一个教会的头，有啊，志同道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明白是甲非是无共款，义甲不义是无共款，黑暗甲光明是无共款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交朋友爱交着朋友。伊讲不相交，毋是近交呢。相交这个字原本的意思讲无做伙食饭啦。fellowship 英语翻作团契、交通。所以圣经内底有一个譬喻甲故事，讲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有啊。啊，耶稣甲撒玛利亚人食饭，遐法利赛人噗噗跳，你会记无？哦，你敢会当甲迄种人？迄个人是一个无正经的人，迄个人是世俗人。啊，你是一个老师，你敢会当甲迄无正经的人做伙食饭？犹太人真坚持，兄弟姊妹，毋是食普通的饭，是守圣餐。独独只有同款信仰的人，咱所共同做伙的爱餐、圣餐，才有伊真神圣特别的意义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无甲世俗做伙交朋友，无出卖咱的价值观念，甲咱的灵魂。伊阁有黑暗甲光明，袂通合一合体啦。这个字叫做 koinonia。圣经翻作交通、共同、生命的共同体。一个另外一个意思的合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说毋是鼓励恁甲人冤家排他性，毋是，是主张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最后两个祈祷，无说要邀请恁常常为着恁所信的道理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当信守真道。你若未了解，你爱问我清楚。你若歹势来问牧师，你会当伫祈祷中间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就亲像牧师顶礼拜甲恁讲，我做一个梦。我梦甲足奇怪，我就问上帝讲：上帝，这个梦是什么？兄弟姊妹，咱会当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到底要对我讲什么话？原来你主的面前，咱知影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志不同不相为友。这不是我讲的话，这是孔子所讲的话。伫古早的册内底有两个所在，拢讲到类似。伫《论语》内底有讲到，佮另外一个是。一般咱道教最爱讲的《易经》，伊讲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意思是圣经讲的志同道合。道若共款，你所讲出来主张就共款，对吧？所以基督徒咧讲的主张，应该是对圣经出来话。若无共款的时阵，应该对于圣经定时去问讲：圣经真正是安尼讲吗？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德堂教会，大家做伙做兄弟姊妹，伫神的内底真侪一个超越咱的血缘、咱的名声，咱真侪一个同心合意的一间教会。因为耶稣所建立的教会，对初代教会，就是追求甲这个世间无共款。但是徛伫真道顶悬，同心合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选择甲上帝共款，就算做咱的主张、想法、生活习惯，可能甲这个文化、世间的主张有无共款，但是会记得，耶稣讲：我的国，毋是这个世间的国，咱是尊贵的贵族哦。有真侪台湾人最爱讲，阮较早阮祖先第几代，较早嘛做着状元啦。
咱是上帝的囝，耶稣基督是君尊的祭司，咱就是上帝属天国度的镜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知影你，亲像保罗讲，因为我知所信的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。我嘛相信，上帝听我祈祷，既然我伫祈祷中间所交托伊的，伊的确保守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通过耶稣基督的帮助，咱持守圣经活命的话，纯正的话。保罗甲伊的囝儿提摩太讲，伊讲：你着爱持守上帝纯洁、纯正的话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互上帝的话活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我靠信心牢牢的守住。请听这句话，保罗甲提摩太讲：牢牢的守住真道。圣经的话拍开宣读，毋是宣读互咱做参考的。上帝的话一旦宣读，伊就是光，就是道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条道路就是人生观，这个话就是智慧的箴言，就是宇宙观、价值观甲一切的真理。时间的缘故，无法度一真短时间就将这个道真完整讲。但兄弟姊妹，请深思你的人生观，你的价值观，甲你的生命活命的宇宙观，因为这几项的智慧，会互你决定要做什么种的基督徒。主帮助咱有智慧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谋事有大略、行事有大能的神。咱的上帝是一个有计划、有主张、有心思、有想法的。所以，伊的囝儿、伊的教会应该要有谋略、有思想、有计划。牧师为着恁祈祷，愿恁保守恁的时间少用在电动玩具，少用你的时间投资在电玩，多将你的时间花在能够造就你的智慧、造就你的思想，加做你帮将来专业的基础。时间的投资是少年人最要紧的智慧。兄弟姊妹，帮助你的囡仔，不要跟他妥协，代替上帝管教你的囡仔，不是用暴力，是用听，是用智慧，用生活模范。咱的囡仔改变是因为咱改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讲：我的念头远过恁的念头，我的道路远过你的道路。牧师要邀请恁，伫过来这个3日的灵修会中间，恁若有参加的人，你甲上帝寻求一个祝福。主啊，求你互我明白，我将来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。伫我默想，伫我祷告，上帝求你互我明白，你伫我生命中间，你的劝勉、劝告，都就是神圣的劝告。圣灵讲话，上帝对咱讲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拢真清楚明白上帝的念头，上帝的道路。上帝讲：我的念头远远过恁的念头。迄个原文的意思就是，我的思想、我的计划，甲我的想象力，发明这个字，就是上帝的想象力。上帝想到遐，迄个代志就成就。愿上帝将这个创意，嘛，互咱，互恁真做一个有智慧、有计划、有创意的人。阿们吗？
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有听到你的话，实在深深摇动阮的心。主，伫你的面前，阮决志，阮对上帝你的话讲阿们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帮助每一个今仔日阮做礼拜兄弟姊妹，互阮志同道合，互阮建立一间顶天立地的教会。阮的囡仔，因为肩胛头要打，就是使命，就是异象。主帮助阮，虽然阮平凡，但是上帝若有你，阮就无平凡。愿主你祝福这间教会，正在伫黑暗中间发光的灯。愿上帝你伫这个所在成就你美妙的事，祈祷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